大伯。哦，我不吃草，我看。大哥们在那边，曹岩说习惯了，是的。是的，今天给你准备了草原海底捞，走呀。来，大伯，今天让你尝一下我奶奶做的辣椒酱。盐源的虾肉啊，我们。呀。哦你。那更不就放这个锅。哎呀。耶。呀。粗豆不是的。也可能多的。呀。也问题，好起来。也行。给你下点菜啊。哦，我不吃草，我看。你不吃草是吧？嗯，不吃。我吃。啊呀。哎是。啊，来。呀，到的。啊，这粗豆鸡肉。啊。哇。